而且这个移都吼，这个对话，我们想想看，其实咱在这个过程当中，只要是最真的不小，对不对？他说呢，老天爷这个所在特别强调独行会独行会，那恭喜这个感情书，不计其功这个话，被这样子的这样回，安尼是伊啊，咱就是这种这个经济，要去设这个咱收费一天咱这个造成的空间量，为长为新，我许个改，造成的讲，你真正讲要改变你的条，你一定爱改变你的心啊。不然是上一个讲是得改变的，就是真正能够改变命运。问题是我们改变了多少？但是改变了谁？他说的是一度啊，后来展示他的决心，所以后来改那个建议，一建议啊，本来个一度嘛，后来就是建议，咱的情景艺术，啊，当然大概是时阵，伊家己安尼讲还是昏昏沉沉啊，啊嘛是一寡摆念头出来啊，毕竟咱人这是吼，这个经济实在是真的很恐怖啊！嘿，你了讲真正斩草除根啊，啊那是拢个咱可以，都大概是还是会有那些影子出来。啊，后来有一位表示他的决心，观音大师所以呢，叩首，叩啊，这头会讲，伊若准我无人改话，啊那呢，伊永远要对着这个土，对不对？所以就是教会啊，这个意念，外的意念都已经完全清醒。都没讲啊，哦，讲后来他的儿子也找到了，你好像未来会吹别人在十几岁的时阵哦，有那去考试啊，考掉，考掉，考掉，未来伊无去做官啊，我干嘛讲你教谁安尼做？后来某嘞，某
领导